早上8點鐘，數以千計嘅工人行緊去拉納廣場。對於佢哋嚟講，呢個只不過係另一個漫長疲倦嘅工作天嘅開始。但係佢哋根本唔應該喺呢度。喺24小時之前，呢棟位於孟加拉嘅8層高建築物支撐佢嘅石屎大柱出現咗肉眼可見嘅裂紋。大概去到9點鐘，一股深沉而強烈嘅震動開始搖晃成棟大廈。幾秒鐘之內，牆身向外爆開，天花板塌下。短短唔夠2分鐘，成棟8層高嘅大廈完全倒塌，將數以千計嘅人困喺一堆碎石屎同扭曲嘅金屬之中。呢件事成為咗現代人類歷史上最致命嘅建築結構倒塌悲劇。要了解點解幾千人喺嗰個4月嘅朝早被逼躋身於呢棟危樓入邊，我哋首先要了解下背後嘅全球經濟推動力。拉納廣場唔單止係一場悲劇，佢係全球廉價促銷時裝下嘅產物。喺2013年前嘅幾十年，服裝行業發生咗翻天覆地嘅變化。富裕國家嘅消費者想要時尚潮流嘅衫，但同時要求價錢極度平。佢哋仲希望每隔幾個星期，鋪頭就會有新款，而唔係每幾個月先換一次季。為咗可以將一件 T 恤賣到幾十蚊，但依然賺取龐大利潤，全球服裝品牌必須揾方法將生產成本壓到極低。為咗達到呢個極低嘅價格，西方主要大品牌將生產線移出自己嘅國家。佢哋四出尋找勞動力極度廉價，而且安全法規薄弱，甚至完全被忽視嘅地方。孟加拉迅速成為咗全球最大嘅服裝出口國之一。廉價時裝產業為呢個國家帶嚟咗數以10億計嘅收入，但同時亦都製造咗一個充滿壓力嘅系統。全球品牌要求喺極短嘅時間內生產大量服裝，如果孟加拉嘅工廠未能如期交貨，西方品牌就會直接取消合約，將訂單交俾其他人。呢種極端壓力衍生咗一個名為外判嘅隱蔽制度。一個著名嘅大型服裝品牌會僱用一間規模大而且獲得官方認可嘅工廠嚟做衫，但係當嗰間工廠發現自己無法完成龐大嘅訂單嘅時候，佢哋就會偷偷咁樣將多出嚟嘅工作交俾一啲規模細、未經批准甚至經常唔安全嘅工廠去做。處於供應鏈頂端嘅全球品牌通常唔會過問。呢個制度製造咗一個完美嘅擋箭牌。知名品牌可以賣平價衫，然後聲稱自己對產品喺危險隱蔽嘅血汗工廠內製造毫不知情。拉納廣場就係其中一個地方。咁究竟拉納廣場係一棟點樣嘅建築物呢？大廈嘅擁有人叫做索赫爾拉納，佢係一個當地有財有勢嘅政客。佢利用政治手腕取得土地，並且興建咗呢座廣場。但係由一開始，呢棟建築物結構就係一個攞命嘅死亡陷阱。當初大廈完成設計並且獲得當地政府批准嘅時候，只係獲批建一棟4層高嘅大廈，而且佢只係獲准作商業用途，即係話佢嘅設計只可以用嚟容納地下商鋪、小型銀行同輕度嘅辦公室工作。一棟為辦公室而設嘅大廈只需要承受人、寫字台同一啲基本設施嘅重量。然而，受服裝業帶嚟嘅龐大利潤驅使，拉納無視咗原有嘅圖則。喺未經任何適當許可或者工程安全檢查嘅情況下，佢非法咁樣喺大廈嘅頂部加建咗4層，令到大廈變成咗8層高，而且當時第9層仲喺度施工緊。但非法加建只係第一個致命錯誤，第二個錯誤就係完全改變咗大廈嘅用途。拉納將樓上嘅樓層租俾咗5間唔同嘅製衣廠，幾乎喺一夜之間，一棟原本預計安靜運作嘅辦公大樓變成咗一個重工業綜合體。拉納廣場嘅結構柱同地基從來冇設計過要去承受呢種重量。樓上幾層而家塞滿咗幾千名工人，堆積如山嘅沉重布料，以及一排排望唔到盡頭嘅重型工業衣車。最慘嘅係，因為大廈頻繁停電，工廠老闆喺頂樓安裝咗幾部重型柴油發電機嚟做後備電源。發電機增加嘅唔單止係重量咁簡單，仲有強烈震動。呢棟大廈根本無法承受重型設備加上機器不斷移動同震動所帶嚟嘅負荷。大廈已經變成咗一個計時炸彈，而倒數嘅時間已經無多。
咁大型嘅災難好少會毫無先兆，通常喺大廈真正倒塌之前都會發出明確嘅失效信號。而拉納廣場喺災難發生嘅前一日已經向所有人發出咗響亮而明確嘅警告。4月23號星期二，工人們正忙於踩衣車嘅時候，突然間聽到大廈內傳出一下好似爆炸嘅巨響。嗰個唔係炸彈，而係大廈嘅支撐柱喺極大壓力下斷裂嘅聲音。底層嘅石屎柱出現咗肉眼可見嘅裂痕，損毀情況非常明顯。當地新聞甚至派咗攝製隊去拍攝牆上巨大嘅裂痕。大廈即時進行咗疏散，一名工程師被召喚去檢查損毀情況。佢話俾大廈擁有人聽，大廈已經唔安全，應該立即封閉，直至完成全面嘅安全檢查。底層嘅商戶、店鋪同銀行聽從咗警告。佢哋叫員工返屋企鎖好門，第二日亦都冇再開門。但係對於樓上嘅製衣廠經理嚟講，佢哋面對緊嘅係截然唔同嘅現實。佢哋承受住嚟自全球廉價時裝品牌極大嘅壓力，必須準時完成服裝訂單。如果佢哋停工等大廈維修，就會趕唔切送貨期限。佢哋會失去合約，損失巨款，甚至可能會令到工廠執笠。對於工廠老闆嚟講，利潤比起風險更加重要。嗰晚佢哋做咗一個致命嘅決定，佢哋話俾工人聽大廈絕對安全，聲稱啲裂痕只係輕微損毀而唔係結構失效。工廠經理威脅數以千計貧苦嘅製衣工人，如果第二朝唔返工就會被解僱，並且扣起成個月嘅人工。對於嗰啲已經要為三餐溫飽而掙扎嘅人嚟講，失去一個月人工根本唔係一個選項。佢哋被迫喺冒住生命危險進入危樓，同埋喺屋企人挨餓之間作出抉擇。出於恐懼同對工資嘅渴望，工人們喺4月24號朝早再次步入呢棟充滿裂痕嘅大廈。早上8點45分，當工人踩緊衣車嘅時候，當地電網停電，呢個成為咗最後嘅導火線。為咗維持工廠運作，經理啟動咗樓上嘅4部重型柴油發電機。當呢幾部巨型引擎一開動，佢哋就開始猛烈地震動，震動力穿透地板，傳入已經破裂嘅石屎支撐柱。重型發電機有節奏嘅搖晃，加上幾千部衣車同時運作嘅持續震動，產生咗一股石屎柱無法吸收嘅能量。倒塌最先由7樓開始蔓延，特別係位於多部發電機正下方嘅支撐柱。呢條柱由劣質物料建成，終於到達咗佢嘅極限。柱入邊嘅鋼筋斷裂，石屎粉碎成灰。當7樓一塌低，瞬間令到下層超載，引發咗一場災難式嘅連鎖反應，將幾千人困喺一個由石屎同鋼筋交織而成嘅網入邊。呢種漸進式嘅結構失效，導致大廈發生咗工程師所講嘅碟餅式倒塌。由於大廈非法加建嘅樓層承受咗過大嘅重量，地心吸力直接將成棟建築物筆直咁樣向下拉，頂層跌落下一層，兩層結合嘅重量再猛烈跌向下一層，如此類推。沉重嘅石屎板一層層咁樣疊壓落嚟，將夾喺中間嘅所有嘢同所有人都壓碎。短短唔夠90秒，呢棟8層樓高嘅大廈就被夷為平地，變成只有3層樓高嘅瓦礫堆。大廈倒塌後嘅片刻，一陣濃烈嘅灰色厚層覆蓋咗成個社區。當塵土慢慢散去，眼前剛剛發生嘅恐怖景象終於清晰可見。2分鐘前仲屹立起到嘅石屎大廈，而家只係剩低一座由碎裂石屎板、扭曲鋼筋以及成千上萬被困者組成嘅廢墟山。救援行動隨即展開，但現場一片混亂，令人難以招架。當地市民、店主同埋學生都衝去廢墟幫手，但由於一開始冇大型救援設備，人們只能夠徒手去挖石屎。佢哋用簡單嘅工具試圖切斷金屬枝，去拯救被困喺倒塌樓層之間嘅工人。從瓦礫深處傳出嘅呼救聲令人心碎。有啲工人被困喺極度細小嘅空間入邊，被沉重嘅衣車或者石屎梁壓住。救援人員被迫做出艱難嘅抉擇，有時甚至要用簡陋嘅工具嚟進行緊急截肢，先至可以將工人由重壓中救出嚟。
救援行動持續咗將近3個星期。當行動最終結束嘅時候，傷亡數字震驚全球，有1134人喺倒塌中喪生，另外有2500人從瓦礫中獲救，但佢哋當中好多人都遭受咗改變一生嘅傷害，失去手腳，甚至患上咗嚴重嘅心理創傷。呢個係製衣業史上最致命嘅災難。當救護人員喺石屎堆中尋找生還者嘅同時，佢哋亦都揭開咗全球供應鏈背後隱藏嘅真相。喺泥土、鮮血同碎石屎交集之中，夾雜住成千上萬宗色彩鮮豔嘅服裝標籤。呢啲並唔係不知名本土品牌嘅標籤，呢啲係嚟自全球最大、最著名零售商嘅標籤。Primark、Benetton、Mango 同 Walmart 供應商嘅標籤都喺廢墟中被拉出嚟，物理證據確鑿無疑。喺倫敦、巴黎同紐約燈火通明、冷氣開放嘅購物中心入邊掛住嘅平價流行服飾，原來就係喺呢個致命嘅非法死亡陷阱入邊製造。呢啲名牌標籤夾雜喺大廈瓦礫中嘅相喺全球各地瘋傳，外判嘅法律擋箭牌終於被擊碎。全球品牌再冇辦法聲稱自己唔知啲衫喺邊度製造，世界終於被逼直視一件幾十蚊 T 恤背後嘅真正代價。慘劇發生之後，無論喺孟加拉國內定係喺全世界各地，都引發咗極大嘅憤怒。大眾要求追究責任，點解一棟明顯有裂痕嘅大廈仲可以繼續開放？超過1000名無辜工人嘅死，究竟應該由邊個負責？當局即刻追捕大廈擁有人索赫爾拉納。拉納知道自己闖下大禍，企圖逃離孟加拉，越過邊境潛逃去印度。然而喺慘劇發生後幾日，佢就俾特別警察小組追蹤並且拘捕。佢成為咗全孟加拉最神憎鬼厭嘅人。拉納聯同嗰啲強迫工人返入大廈嘅工廠老闆，全部被拘捕並且控以謀殺及刑事疏忽罪。但拘捕當地老闆只係解決問題嘅一部分，整個全球系統都需要改變。公眾嘅壓力迫使西方大型品牌商終於要為佢哋所使用嘅工廠承擔責任。呢個促成咗一項具歷史意義嘅協議——孟加拉消防與建築安全協定，有史以嚟第一次，超過200個全球主要品牌同意加入一個具有法律約束力嘅制度。喺呢項協議下，獨立工程師被派去檢查孟加拉國內幾千間製衣廠，佢哋負責檢查建築結構強度、適當嘅走火通道以及安全嘅電力線路。如果一間工廠被發現有危險，全球品牌就同意停止同佢哋做生意，直到大廈完成維修為止。拉納廣場嘅悲劇並唔係一場天災，佢唔係一場無法預測嘅地震，亦都唔係一場突如其來嘅暴風雨。呢個係一場完全可以避免、建立喺人類貪婪之上嘅災難。時至今日，拉納廣場嘅原址已經變成咗一塊空地，遺址附近設立咗一座紀念碑，悼念嗰1134名死者。呢場災難永久咁樣改變咗服裝業，迫使佢照鏡直視自己致命嘅缺陷。佢證明咗喺現代社會，極致嘅利潤往往會伴隨住極其慘痛嘅人命代價，而且世上冇任何一件衫係真正平價嘅。多謝收睇。